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历代志下第21章的共读。今天我们要请志鹏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开始祷告。慈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同心合意的宣告，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，圣灵在聚会中自由的运行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时间，也求主赐下属天的智慧，开启我们的眼，开启我们的耳，使我们都能够经由圣经共读，并透过牧师的口对圣经有更深层的学习，使弟兄姐妹都能领受神的恩典，持续活出在基督里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并靠着圣灵活出爱人如己的新生命。我们也将今天的时间仰卧交托在主的手中，由主带领。感谢赞美主，孩子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在昨天历代志下第20章讲到了这个约沙法他的最后的终局。那它是一场极大的战争，来自于东北、东边、东南的十国。如果我们看诗篇83篇是10国联军。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下的20章大概是3国，但是应该有4个国家。不管几个国家呢，多到这些人数没有办法总和计算了。但是约沙法王呢，却是用信心、用谦卑、用禁食、用寻求上帝、用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方式，来寻求上帝的帮助。所以上帝让他们在比拉加成为一个称颂赞美的地方，也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。在他们那边得到的战利品呢，足足收了3天还拿不完呢。然后他们有一场大胜利。那约沙法呢，他在最后的晚年，其实也是他最后还继续和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来结盟，要一起去远洋。不论是要去往阿拉伯或是往西班牙去，但是因为他合作的对象呢是上帝所不喜悦的，以至于这样的计划是失败。那约沙法就死了，他的儿子约兰接续约沙法来做王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章要来认识的是犹大的南国的王约兰王。那是大卫的第7代，那是亚当的第40代，从亚当算下来是第40代。那约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耶和华被高举。那这名字也是取得很棒。约沙法他这么样子爱上帝，他也希望他的儿子呢，透过他的儿子约兰能够使神被高举。但约兰他的作为呢，却相当的让人失望。那他的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8章的16节到24节，以及历代志下的第21章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，那是关于约兰的记载。那约兰他是约沙法强盛的时候呢，亚哈就把女儿亚他利亚嫁给约沙法的儿子南国的约兰。约兰32岁的时候呢，就来治理南国，那甚至为了财产或是为了其他，来杀了他的6个弟弟，还有以色列的领袖，但他做王只有8年的时间。那约兰因为娶亚哈的女儿，他就行北国这些列王所行的这些道，譬如说拜巴力拜亚瑟拉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约兰在位的期间呢，发生了几个背叛，都是我们今天会读到的。以东、利拿，甚至约兰呢也率军队去攻打，但是去攻打的时候还被背叛一次。那利拿就是在耶路撒冷西南边的40公里，也背叛，脱离犹大的权势。那因为约兰他先背叛了神，背叛他的兄弟。约兰呢，他还做了坏事，就是建造丘坛，就是在山上筑坛，不是拜神拜耶和华神，而是拜其他偶像。所以呢，甚至连北国的先知以利亚从来没有任何什么以利亚书、以利沙书或是我们有以赛亚书，没有以利亚书。但是呢，以利亚的文字记录呢，在今天这章可以看到，写了一封信，来从北国写来南国，指责约沙法的儿子约兰不遵行他父亲的道，
所以预告呢，约兰呢，他将要陨落，而且他会肠子就是肠病而死哦。那后来呢，约兰又遇到了这都是上帝兴起的敌人，就是非利士人，还有阿拉伯人，从非洲来的阿拉伯人，来攻击犹大耶路撒冷，甚至把约兰他的财产、他的妻妾、他的儿女，都掳去了，所以人财两失。那后来他也得了肠病，痛了2年，甚至更惨的是，在约兰死的时候呢，只有不到40岁。那甚至他这么年轻过世，却没有人思慕他，就是没有人爱他，所以他也没有葬在他的曾祖父的大卫的墓里面，所以这下场非常的凄惨哦。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北国亚哈有2个儿子都做王一个是亚哈谢，一个就是约兰，所以在这段期间呢，会有同时出现南北各有约兰。昨天我们看的图当中有看到，等一下会再介绍。好，那更巧妙的是，这个2个约兰居然是在同一年来死就是在主前841年。好，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还没有，我们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从21章开始到23章，会讲到从约沙法之后有3个上帝不喜悦的王统治者不一定是王，一个就是约兰，再来就是约兰的儿子亚哈谢，再来就是亚哈谢的妈妈，就是约兰的老婆这个亚他利亚。所以这个爸爸、老婆、儿子3个人都统治了南国犹大，但这3个人呢，都因为跟亚哈的关系亲近，所以都是上帝不喜悦的。好，那今天21章会讲到约兰用强暴的手段统治，第一个杀了他的兄弟，第二个呢，他的以前祖先大卫所打下的江山呢，以东都来进贡臣服呢，但是就开始背叛脱离他们，就是来到这个约兰这一带，甚至外敌也掳掠了约兰的妻儿。那最后约兰最后看到他怎样生重病而死甚至死的时候没有人思念他，所以是相当的悲哀好，那我们就来读今天这段经文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第1节来读那请志鹏兄带我们从第1节先读到第7节。志鹏兄的麦克风要打开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第1节，约沙法死后葬在大卫城王室的坟墓里，他儿子约兰继承他做王。犹大的约沙法王的儿子约兰有6个兄弟，他们的名字是亚撒利亚、耶歇、撒加利亚、亚撒列夫、米迦勒、示法提亚。他们的父亲给他们很多金银和其他值钱的东西，派他们每人主管犹大的一座舍房城。因为约兰是长子，约沙法立他做继承人。约兰巩固自己的王位后，把弟弟们都杀了，也杀了好些以色列的官员。约兰32岁的时候做王，在耶路撒冷统治8年。他仿效亚哈和以色列诸王的坏榜样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一个女儿，他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。可是上主不愿毁灭大卫的王朝，因他曾经与大卫立约，应许他说他的子孙要世世代代做王。以上。好，谢谢。那昨天我们读了第1节，好，所以约沙法死后是由约兰继承做王，约沙法呢，这个约兰有6个兄弟，但是后面会提到他是长子，所以这6个人的名字呢被记载在这里。好，那这6个人的名字呢，那都有他一个很好的意思。好，每个几乎都是像这个像约兰一样，都是对上主的尊称。那所以他们的父亲约沙法多希望这6个孩子都能够来使上帝被高举。而且呢，第3节讲到他们的父亲就是约沙法，
给这6个兄弟呢很多的金银和值钱的东西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主管犹大的一座设防城哦。好，那这个例子呢，从罗波安开始，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开始，就一直有这样的例子。那约兰是长子，所以呢，他是法定的继承人。但是约兰巩固王位之后，和本翻译这个奋力自强哦，好他奋勇自强，奋勇自强意思就是使出力量。好，那这个奋勇自强好像他要做什么好事，但是他却使出力量，不是做好事，好是把他另外5个兄弟都杀了。好，为什么杀了呢？没有交代，但是呢，应该跟他娶的老婆有关系。那这也是他的这个亚他利亚的妈妈，就是耶洗别，好，现在翻成耶洗毕，好，以前的手法，好，去杀害那个拿伯啊，拿到要抢拿伯的葡萄园啊，好，所以就是杀人不眨眼，好，甚至后来我们会再读到亚他利亚，好，也杀了好他自己他约兰的儿子的约兰的其他儿子啊，都杀光了，好，然后后来就自己来做犹大的女王哦。所以应该是跟他娶的这个妻子亚他利亚有关系。那他32岁做王，好，统治8年，好，所以8年后死了，好，所以只有40岁哦，好，40岁，好，是从这个大卫好一路下来，好，最短命的，到目前为止好活得最短的只有40岁。他效法亚哈，好，所以他叫亚哈叫什么呢？好，叫亚哈叫外公，就是他妈妈的爸爸。还有以色列北国诸王的坏榜样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一个女儿。虽然这个女儿不一定是亚哈跟耶洗别一起生的，但是跟亚哈有密切的关系，而且约兰做上主看作邪恶的事情。但是第7节提到上主不愿意毁灭大卫王朝，因为在历代志上第17章的这个大卫之约，所以大卫的子孙要世世代代做王。所以若不是这个约呢，好，南国可能在约兰王这个时期呢就没了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再来读从第8节来读到第10节。第8节，约兰在位期间，以东背叛了犹大，成为独立的国家。于是约兰率领将领和战马车去攻击以东，以东人在那里包围他们，但到了晚上，他们突围逃跑了。从此以东独立，脱离了犹大。同一时期，利拿城也背叛了，因为约兰离弃了上主，他祖宗的上帝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这一段记载呢，在以赛亚书的34章，以赛亚书34章，好，也有提到这个的这一段事情哦，好，就是以东背叛，好，所以上帝要审判以东，好，因为以东他们背叛了神，好，那以东原来答应要臣服，好，然后答应的，好，但是因为约兰自己没有扮演好这些角色，好，所以让以东有机可乘，好，就脱离犹大好的这个控管当中，好，自己就成为独立的国家。那约兰当然不高兴呢，他率将领战马车要去攻击以东，但是呢反而被以东包围啊，好，所以他们还能够逃回来，好，就是只能够侥幸逃回来，根本没有办法去打人家，好，所以这个已经看到是非常的衰弱。那就这样以东就独立，好，脱离犹大，甚至呢在同一时期利拿城啊，这个城也在犹大，还不是在国外，不是在约旦河东，是在犹大的境内。它离耶路撒冷只有40公里啊，但是它居然也独立成功，脱离了犹大的统治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，好，在耶路撒冷好这西边大约40公里的地方，以东是在东南的地方，所以约兰去攻打，好，但是反而被包围又逃回来，现在连隔壁的利拿好也脱离他们，所以这个约兰的国势哦，好，可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衰弱，好，那所以这跟约拿好，他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甚至他娶错了老婆，好，他的父亲好，这个约沙法好去用结亲这件事情好，就已经让上帝不高兴，所以这个结亲的这个灾难好，其实现在才开始正在发酵，
但是呢，悲剧还没有结束。那我们再请志鹏兄带我们继续来读，从11节读到15节。那麦克风，对不起，好，11节到15节。他甚至在犹大高地建筑山丘上的神庙，导致犹太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得罪上主。于是以利亚先知写信给约兰，信上说：上主，你祖先大卫的上帝责备你，因为你没有效法你父亲约沙法和你祖父亚撒王的好榜样，反而仿效以色列诸王的坏榜样，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背逆上帝，像亚哈和他的继承人一样，领以色列人背逆上帝。你甚至杀了比你更好的弟弟们，所以上主要严厉的惩罚你的人民、你的儿女和妃嫔，并且毁掉你的财物。你本人会患一种严重的肠病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直到脱肠。以上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先知以赛亚呢，不是以利亚呢，他也在这里出现了，甚至从北国写信来给约兰王。那信上呢，好像他就是人在现场一样，看得很清楚。那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有什么监视器，有什么新闻可以报。他在北国应该是看不到，但是上帝看到，所以透过他的仆人先知以利亚。那这个以利亚的记载呢，在列王记当中很长哦，从列王记上第17章一路记载到列王记下的第2章哦。那都是以利亚跟大部分都是以利亚跟亚哈。后来亚哈死了，以利亚继续服侍他的儿子。这个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先知以利亚服侍的年代开始，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但是他是在亚哈王的年代，这个以利亚就开始服侍，到亚哈死了，他的儿子亚哈谢做2年，以利亚还在服侍，再到亚哈谢另外一个儿子约兰，这是北国的约兰，那以利亚还在服侍啊，所以这个是以利亚。那北国有约兰，南国也有约兰，所以这一段圣经呢是非常复杂，我们很容易搞混。那北国的约兰是亚哈的儿子，南国的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，所以这都跟上一代父执辈留下来，居然2个儿子都叫约兰，所以密切关系。那刚才有说2个都是同一年，主前841年死的，死在谁的手上呢？死在耶户的手上，所以这个要读列王记才看到，但是后面也会提到，所以耶户的刀，我们讲圣经说耶户的刀，他杀了3个人，北国的王、南国的王，还有那个哈薛，所以这个是讲到耶户的时候。那在这个以利亚写信，从北国来警告南国的约兰，其实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北国也叫约兰，会不会记错地方呢？不晓得。但是南北国那个时候的王都叫约兰，但是呢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不是记错信，是因为南国的约兰没有效法他的祖父亚撒，就是阿公，还有爸爸约沙法，所以他知道是哪个约兰，反而仿效以色列的诸王，就是亚哈、耶罗波安一样，坏榜样，甚至领居民背逆上帝，像亚哈和亚哈的2个儿子亚哈谢、约兰继承人一样离开神，甚至杀了比你更好的弟弟们。这里有一句话，杀了比你更好的弟弟们，可见呢，他本来有5个弟弟，上帝都可以来拣选他们，把约兰换掉。但是呢，这个约兰可能听了老婆的话，先下手为强，就让弟弟呢没有人可以来接这个位置，所以他自己独霸。所以，但是呢，这件事情上主要更严厉的惩罚你让你更痛苦，这更严厉就是更痛苦，包括在你的人民，或是说你的亲属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妃嫔，还要毁掉你的财物。这个以利亚讲得非常清楚，甚至你会得到一个严重的肠病，一天比一天严重直到脱肠直到脱肠。我们知道这个肠病这个盲肠炎或是这个肠病是非常的痛那个绞痛。那这个约兰的痛苦是在最后面。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写信来警告约兰，
但是约兰被警告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像他的爸爸约沙法，那时候也有3个先知来其中一个来警告过约沙法。约沙法呢，好，他就知道如何的发愤图强，好，来改革，更加认真读上帝的话，要百姓读上帝的话。但是约兰没有，约兰继续装傻，或是继续不知道，所以完全没有作为。所以后面我们再来读从16节读到最后的20节。有些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住在古时人所住的沿岸一带，上主使他们来攻打约兰，他们侵入犹大，掳掠王宫，把王的妃嫔和儿子们都俘虏了去，只剩下他最小的儿子亚哈谢。这事以后，上主使王患了一种严重的肠病，这病持续约2年之久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拖了长，终于痛苦的死去。他的属下没有为他生一堆大火来致哀，像人民对他的先祖所做的那样。约兰32岁时作王，在耶路撒冷统治了8年。他死的时候，没有人为他难过。他们把他葬在大卫城，但不是在王室的坟墓里。好，谢谢。那后来是上帝自己兴起好，那这里有讲到16节，上主使他们来攻打约兰。非利士还有阿拉伯是住在古时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地图。非利士就在耶路撒冷，利拿在过去，好，所以这是一路利拿已经背叛了，现在连非利士呢见有机可乘，好，就一路要打进来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阿拉伯的阿拉伯在这里，好，但是古时在这个埃及的南边，好，伊索匹亚那里，好，所以他们联合起来，从西边来，从南边来，好，那要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就是约兰的大本营。好，那这跟他自己杀了他的兄弟有关。好，因为所罗门他有28个儿，不是罗波安有22个还28个儿子，20。然后呢，他让每个儿子都在一个设防城、坚固城，所以呢，他都供给他们好各样所需的。但是这个约兰反而杀了他的兄弟，好，所以他这些坚固城、设防城呢没有人，所以呢空掉了，所以以至于人家很容易就攻打进来。好，那这次的攻打在这个经文当中，就是入侵，好，然后呢，所有他的人财两失还留一个儿子给他，好，这是上帝留下来的，因为上帝要让有人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面，就是约兰的最小的儿子，这次不是长子，约兰是长子，但是最小的儿子可能太小，还年纪小，所以呢，其实也不小，好，应该是22岁。好，他约兰死的时候，好，儿子应该22岁。好，那就留下他在这个地方。好，但是呢，人财两失之后呢，约兰就开始生病，长病，好，持续2年。好，那和本有小字写是2天。好，不论是2年或2天，好，2年就是很辛苦，2天也是很快，好，一天又一天，2天就走了。好，不管是2年或2天。最后他拖了肠是一个完成式，好，他的肠真的掉下来，就如同以利亚所说的，肠子会生病越来越重，直到肠子坠落下来，这个拖肠，所以以那个时候没有手术，好，这样子的内科手术、开刀手术来讲，是死状，好，很惨的。好，也没有属下没有为他生一堆大火来致哀。好，生一堆大火从谁开始呢？从他的阿公开始，亚撒王。好，亚撒虽然年老的时候有点老顽固把先知关起来，但是呢，他死的时候还是很多人纪念他因为他在位很久，而且他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，所以人们还生了很多的火香料来纪念亚撒。可是约兰呢，意思是没有人为他难过，没有人爱他，没有人想念他，他还做王做了8年。以我们今天来看，就是2任的总统的这个长已经算够长了。可是呢，他连让他们葬在大卫的坟墓里面也没有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好，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残忍的人，杀了自己的兄弟。第二个呢，在他在位这8年期间呢，以东也背叛。连自己人也背叛，好，然后非利士人、古时人、阿拉伯人，好，都攻打进来，好，害人民损失惨重。再来，就是
好，再来就是这些他的无作为，还有让拜偶像的事情，好，这个是从这个所罗门一路下来，罗波安一路下来，好，让他好不容易亚萨跟约沙法好的这个信仰改革呢，好，结果最后呢又走回老路啊，约沙法废了他的祖母，好，这个砍了亚瑟拉的柱像和偶像。结果呢，约兰呢又把他的祖母，就是亚他利亚的妈妈，或是干妈，或是后妈，好，这个耶喜别，好的这个亚瑟拉又带进来，好，所以等于是又这个叫做又回到拜偶像的这个循环罪恶当中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来看一下历代这个是列王记，好，列王记讲到约兰呢，好，很短。只有这几节，那内容大同小异啊，好，所以列王记呢讲到了约兰呢，好，是在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叫约荷兰，好，那约荷兰就是约兰，好，所以为了分别，好，所以把那个音有把它翻译出来，约荷兰在位第5年呢，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做犹大王，那时候32岁，统治8年就40岁，娶了亚哈的女儿做妻子。像亚哈家的人一样做以色列诸王，上主看为邪恶事情，但上主不毁灭犹大，因为他应许大卫要使大卫的后代永远有人做王。约兰在位期间，以东背叛成为独立的国家，那约兰就率领战车，就讲到地方去到撒意，以东人在那里包围他们。晚上约兰和战车指挥官赶快绕跑回来，逃难回来。从此以东独立，记载一样。同一时期，利拿也背叛一样。约兰的其他事迹记载在列王上面，死后葬在大卫城的王室墓里面，这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在历代志是没有，但是在列王记是有，然后讲到他儿子亚哈谢继承王位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分享就是以利亚既然写信来，但以利亚他是在列王记下的第2章就被接上天了，但是呢约兰呢是在列王记下的第8章。所以以利亚他写这封信应该不是从天上写信来吧？他既然被火车、火马、战车接上去了，不可能再从天上派人送信来，所以应该是在以利亚列王记下第2章，以利亚被接上天前呢，就写了这封信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写的呢？好，从列王记上第1章、第2章看不出来他有任何关心南国的事情。好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以利亚、以利沙的对话，以利亚被接上天的时候呢，以利沙在地上看到，就呼喊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！以色列坚强的保护者，坚强的保护者。”所以对以利沙来讲，他看到了以利亚，其实就是上帝在透过他的话语，他的仆人在保护以色列。南国也是一样，南国为什么不堪一击？因为他们已经忘掉了上帝的话语。没有上帝的保护者，没有上帝的话，就没有上帝的同在，就没有上帝的保护，以至于他们好像非常的脆弱，不堪一击，连自己犹大国内的城市也起来背叛，以东也背叛，然后又被人家攻打，甚至王自己呢，连自己的身体也没办法保护，连一个肠子也没办法让他留住，就从身上掉下去。所以可见一切都是上帝的话语在命定，在决定我们的一切。所以盼望从今天这个经文当中，让我们再次得到省思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谨守，然后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也成为我们的保护。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志鹏小组长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约兰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被高举，但是我们看到约兰他40年的人生，还有8年当王的期间，他并没有做任何高举神的事情，反而是被自己的妻子，或是被自己的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的这个罪不断的干扰影响，以至于上帝让他受到许多的管教和击打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上帝话语的重要，真正是我们的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们人生的依靠和帮助。让愿上帝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也坚定我们对你的跟随的心志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